你这个31年天顶啊，你 start 了是吧？这里这31年天顶啊，是你mind噶了，你心噶了，你心也是讲啊，你做人的点声啊，好会淡薄啊。Okay, start all over again. Start go to Vibhanga. This is actually more of Abhidhamma. Actually, 咱嚟生老病死啊，咱出世这里天甲一堆隆重甲了31年天顶，这31年一顶啊，伊教伊讲就是啊，是咱的精神啊。咱的精神若是会安怎样，伊就去伫倒落。假如看，今日咱来做人，你看一个人啊，伊的精神有咩？甲过去做的事，甲老啥轻松的事，咱你看着啊，真是即世过了后，伊要去出世做禽兽，是讲伊香港的查某囝的虾米？所以这里就是讲，伊 mental process 本正伫了咧失败甲三败，伊做成禽兽的人了。你 mental process 若是讲啊，伊所做物件着无做错的人，伊把你才趁来出世做人。你做较好，把你四大金刚，较好才叫做道理天，安尼直去。这个11年是叫做欲界，这个欲界就是不到讲啊，正就是高隆重甲顶面个咧是这个精神啊，因为精神也是真个强，直好，直去到300尾来这个5元3个罗汉才赚大，你个。伊人来个精神啊！伊人若是讲别个教人，伊人无事甲讲要做上好，伊人要精神甲300，伊会相顾无去哈，伊人去出世伫咧这，咧对面咧死人咧，咧无好较这里话人啊，若是拜佛的人，不但讲这个叫做阿鲁巴的所在。阿鲁巴的所在，你无相顾甲个精神啊！这里不但讲无用去安边，特别火势真个长，所以人才对啊搞真个暑假去安边的所在。不但讲你去安边的所在，过了几百million大劫，是几个去到对面头84,000大劫，伊大伫安边的。所以你看，不但讲拍摄时间伫遐边，所以今日不但讲啊，这个31年会分开做4有关的所在。这有关的所在就是讲啊，苦的所在，这苦的所在就是讲啊，有查甫有查某，这个。查甫爱查某，查某爱查甫，这个是真正恶的，叫做六根的享受。伊人爱来大地这边，真正苦。咱后来过这个生啊，人甲这个6元人讲7元个样啊，是快乐的所在。快乐的所在是第2号款的人，伊本有查甫有查某，查甫爱查某，查某爱查甫。欲界，特别人有做好，所以人逐过爱出世。我真正真好的人啊！伊讲我爱你，你爱我，我爱你，你爱我。即时，但要拄着人，拄着迄个人，咱拄着迄个人啊，也人讲因缘和合。有当时啊，拄着看着人啦，毋是讲偌水的，对个半死。因为即个人讲因缘和合。The chase after this, actually 伊叫因缘，伊点爱迄个人，迄个人咧是看着本事讲来讲，个世界啊，伊本看着伊本爱，所以阿无话讲 love sick， 随看随安尼样，所以这个欲界就是这个的乱。特别若是精神了，你谈着家那入定，你谈着16元。
但你这个16年不到有讲啊，你看伊坐头这个叫初丹定，初丹定啊，伊人会精神是好啦，伊无讲大波查某啦，伊拢总无爱这个物件了，所以伊人有头1元，但你来坐较悬，伊趁第2元、第3元、第4元，上第一悬是第4元。啊，到第4元了是讲，咱若是讲对于巴山那路着，咱趁着3个5项，咱趁出是咱这个5项，这个5项就是叫pure abodes。真正快乐的所在，这里听谈这个5个所在，听谈了9点声，伊要离开生老病死，要入立团。咱顶面的死人呢，就是讲啊，伊人叫他爱入这个教，无贪的相顾，所以这个叫做西中的生活，苦的生活。因的生活，世界天的生活，不世界天的生活，所以不要讲死何宽安尼哦。第2项我要讲啊，他们虽然讲这个苦的所在，安尼啊，伊人啊袂讲我着古沙拉就是做好的是点啥？袂做这个，伊人袂去想着要做好，安尼伊人的事，伊人的精神啊，袂讲我要做好。所以大地这边啊，就是不大讲，你暂时要想要做好无了 ，no such thoughts。这个我听那要讲淡薄，就是这个大地地界啊，actually 是真正一项，但是大地地界啊，就是讲啊 ，no happiness。伊人唔捌笑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ukha， 无啦，到啲地界无人笑 ，and no comfort， 无爽快。咱人有当时先倒落去有爽者，伊人无爽。啊，这个是地界，我来要讲地界真正济八恶的地界，这八恶的地界啊，就是。不到听讲淡薄，你若是去这个头一个就是3字话就是讲啊，像别人用这个武剑直上路。第2个是加拉苏达，就是伊人点上到你北了，禽兽北了拖来拖去，像本人北，伊用 beat with black god， 伊用咧树直树路了个刮路。所以这个就是讲，堪兴这禽兽啊，是这活人这下面，所以要丢第2项，第3项桑卡达，这桑卡达是火山甲火山，直挖了，你大啲动，伊热到你不像人讲你火啊，你光用火车喷出来的了。咱喷出来了，如果无死，他整个合游过来，你冇整个开，如果就热一刀过一刀，这第4项啊，如话好就是这地界啊，咱的上古有9个空，6个鱼啊，6个鼻孔，一个喙，5项，帮肉6项，帮西7项。嗰5项什么啊？目睭哦，这个9项啊，火点入了9项，所以你看目睭入火啦，哈咪鼻孔入火，耳啊入火，嘴入火，你看会快乐未？你说到底地界真正苦，这是第4项，第5项马路如何好？像边啊？这个火点入了的时候，但入的是大人讲，哦救命，哦救命，哦救命！那个火就是提成个花，提了是大人啊，无了，特别，万一滚过来，安尼伫讲，有个人真闲，有人捌听到这个声，这个是我还有第5项。第2项是搭班啊，
hellfire with great heat, being with red hot iron spears. 一潜入啲头壳，人家你浪中咁樣是灰啲燒咯，你冇走，冇路通走。馬哈達班係咩？好多白山，白個尾來到個山尾人啊，你落去你看 MBMC 你去看你小英你去看，話到你開，人家你開到啦，潛刺個攏都變啲堵路啊！所以這個這個就是馬哈達班啊，第一場就是第八個阿維基，這阿維基真正歹命。阿維基面上24點鐘人刑法咯，把你對個啊要講啊，較暗暝咧，有人吃穿淡薄，這個阿維基係啊，24點鐘你 suffer，然後你看，啊不你過咧，這個無間地獄，一個都要過5關，你要出來嘅是。Gutta Naraka， 這 Gutta Naraka 是咩啊 ？fermented 兩種臭酸嘅物件，你都煎掉啲肯定嘅。所以這個頭一個 Gutta Naraka， 第二個是 Gugula Naraka， 啊都除咗這個第二個關係咩啊？兩種是這個 ashes 灰污，特別這個灰污啊，你去打落去上啊，下面有灰沙，所以你不跳。第三，辛巴利瓦那就是啊 ，forest 啊 ，middle trees 啊，嗰啲長啊，自己嘅刺啲潛入咁樣，然後來阿斯巴達瓦那就是講啊 ，great forest， 嗰啲要燒啊，要長嘅燒啊，攏做自己嘅度，路過啊。不潛入堵路開路 ，and after that 呢，你看了哎呀爽，你看到江，你落去你江啊，浪爽是人乜啊？浪中嗰陣時就刺啦、拔位啦 ，and actually 有一條街講哦，隔嚟追嚟，所以你看地嘅啊是真正慘。今朝我要講幾行先啊，啊都地嘅出來啊，一個人啊，幾行啊，伊啥物事伊落地嘅，我要講幾行。阿維基咱就講到啊，阿維基啊，這個真正濟人啊，到底這個世間啊，做明星、dancer、singers、古代嘅明星、唱劇嘅明星、entertainers。嗰一個秘密係咩啊？一做上啊，教堂啊，還是蝦米伊學者，you can say imitation 嘅家姐物件禽獸個了，啊嚇，嘅物件 ，and then 有人愛做跳，互人笑，這裡跳個了兩種路地嘅，特別這個地嘅啊，真係來路咋。In this hell, while suffering, they are undergoing 真正濟苦。啊，你看，真正濟人看到，哦，對咗我看到一人咁笑。這裡攏來看有人來笑個好嘅相啊咧，人來是好嘅，安尼啊！這裡這地個是騙人的，所以真正濟人看到啊，現在這裡啲大苦，啊，這個地個啊，真wonderful，你講這裡是阿彌基出來的咋，到底哪邊？阿巴拉吉丹馬拉加，這個人啊，到底世間自己咁心性嘅呢？幾粒會被爬人，幾粒被人一下做大官嘅呢？唔知啥啦。你看伊咩坐馬還是坐槍？啊，你坐馬坐槍啊！你看哇，伊是兩邊啊，咁你無通路啊！你直吹，吹開你發死啊！啊，你人看哇，伊老馬老壯喎，伊啲大馬你看伊嗰啲槍嚟講，看咩啊？
所以讲this is also another deceiving hell。所以真正一人看，哇，好啊！伊人大很平，所以有当时啊，伊人 meditators 看，哇，伊人大啲很平啊 ，enjoy。actually 一條經啊，actually 伊也無做和尚，伊是做戲嘅人，所以伊看不大來問講，佛世尊，人激死嘛，我做甲伊人笑。你安怎激死我？伊會做甲伊會做笑啊，做甲你笑，安尼我會去天頂未？所以不大賣講大點。第二道一個問不大個無愛講，第三道伊看了，安怎不大賣講啊？教人啊，你講下我聽人講啊，我做人笑，我貪笑啊。所以不大在第三道講，好，第個。這個地基安尼啊，你看啦，像你啲後面爬人啊，你看你啲字咩？你人話老咗，世界你本老咗，卡拉本啲老咗，所以第三項是這個10米拉加沙，即10米拉加一項，這個是一個回向，國家利加。國家利加點無點看到薩利布達甲摩格蘭娜 ，and 伊勒薩利布達摩格蘭娜，佢好多面前，伊講啊薩利布達甲摩格蘭娜真正毒哦，貪心哦，愛計好哦，如果人上架勢無嘢可以半條啊，如果伊貪心個咧，咱不大講啊。國家利加唔通講這個話，按這道經來這裡國家利加嘅經你聽不大講係咩啊？大人出世啊，要隨有一個波頭，你若是無過，翻來較翻去掛落去，這道經是不大條地講國家利加嘅經，按國家利加啊。第二道個講，不大解講，你唔通講，你嚟講了是愈受苦。特別有人啊，硬甲歹，你叫伊唔通做，伊確下愛做，所以第三道伊講啊，不大大點，啊伊轉去呢，啊未到厝呢，要上古起啥紅幕，規上古鋪一彎。啊！你直擺大粒，直擺大粒，跟老三日流水流難啊！啊，一命一死，啊！你這死人啊，這3八的爸媽去講好佛，啊！咱不大個官方呀，講國家利加死了，要出世到蓮花地嘅。啊！你有人講蓮花地嘅嘛是真啊水咯，蓮花真啊濟，無咯。這裡這蓮花地嘅人不大聽講啊，真正凄慘。啊！伊都講啊409 goodies 我唔知係咩啦 ，goodies 啊 ，goodies 係咩嚟嘅？真一等嘅時間啦。啊！你講啊，摩咧會使講一個國啲啊60萬600,000，後尾麻子，然後你一大啲這個600，我想600這國啲啥，咁咧是麻子，100年一刀會壓一粒麻子走。100年一刀咧，牙就麻子，牙甲這個骨底牙甲了，因為呢是大啲產品啦。但係我哋講啊，10年upon 10年一大條啲產品，啲受苦產品。但係你叫巴杜馬黑啦，actually 你講啊，那是你要需要時間，我講你聽。40,960 million. 40,960 million.
你去算看这样。And when the figure multiplied by 209, already that 4,000 million could multiply by 209, and he will be staying there in Padma Hell. Khoa phai nhà bộ, anh đi chui gà tay, ai con, Buddha con, thằng con, ý chào tí con, vô cao chỉ là gì, ý suffer to anh ấy chỉ chăm.所以咱今日知啊，这个死的苦的所在，就是讲安尼人无做好，这个死的所在，人叫如家地不灭，如家地不灭啊，苦的所在，光了是做人就好了，特别好是好，有的人较好命，有的人较歹命，这个对咱的精神，所以一条经不得讲啊，无精神啊，这精神，那还没说人来出家做来出家。要精神清气，一听到经，一听好好。那你若是无咧精神啊，你讲经啊熬大，所以你看，伊是 borderline 的 case，borderline 是啥讲？伊开始要挖垃圾的位，安尼款的人啊，佫要起来出事做人，真正坎坷了，伊啲失败的人啦。安尼各个人啊。到底这个无间地狱啊，咱来消化，最主要无间地狱，咱真知讲啊，德瓦达达伊做佛真济道，头一项啊，伊请31人要写钱不大死，第二项伊用这个桥关这个桥这到底啊大来。要帮这个桥要去做佛事，第三道要怎做？伊杀了把肚，佛会卡破。所以这个今日你看伊落地狱，第二项给我讲啥物啊？伊淡淡讲的，最主那是无食菜，伊毋是佛教道的人，这句话不但无讲。所以今日你看，伊分开两行回向，所以今日若真正做回向讲，就我信心做回向的时啊，3、4个回向爱讲啊，所以我还没试过头本只，这句话伊人真正讲 ，because of 安尼样物件，这个是上个讲伫迫害这个。所以这个就是讲啊，8日伊人失败，失败就是啥物啊？伊成讲伊人分咗伊人较悬，我人较低。所以今日我要讲几啊项，佛啊无来出事点啥？有个王啊，一个王呀南塔基，这南塔基是一个王。伊安尼做咋？伊相信唔对咯，伊唔知安怎，唔知伊个国家做了无好事啦。伊讲伊相信唔对咯，伊讲你是衰啦，你特别去往你衰，你人戒安怎？早起你就吐喙齿啊，你吐到你喙齿清气了啊，这个茶你去掂你非常头壳，万岁！所以看咧，你头壳骨规啦，吐，甲你讲话吐啦，要对的是啊，万岁什么路？这个啊，老你无干对的，你看我，这个是伤心的咯。就在台西伊阿妈、伊阿爸，也是一个死过罗汉，这个无间地狱垮未走啦，我安怎救啦？天公啊，啥物讲我拢总会讲你叫讲，到你都无救你啦，地狱你听太路了，所以这个你知，搁一个经哪里叫啦？伊阿咩啊？伊看到到底印度，伊看到这回向，到底大山的界限，伊讲这个回向啊，食饱点接点，
这边问题那真正一人回想，敢若食饱一点点，这里食饱一点点，但伊压手压带，伊压下真下，下了安怎做啊？下了，伊拖了死哦，回想啊啥物，毒喙，才饲个狗，所以狗唔使去骂。去啲山下咧，看到了一个咧，熟了才来互狗食。这个一路，这个无间地狱。那这个印度伊名阿朱曼啊，这是印度教的。伊本是啊，he kill hermits 啊 ，by arrow and was reborn。伊当本是下这个回想，这里唔是咱的回想，伊人是真善的人呀。嗰一个是雷瓦蒂，这雷瓦蒂啊，你看这查某啊，伊教伊人想讲啊，仪表啊呢，这个查某啊，这里啊，伊无相信教，甲你啊，这个查甫骂你讲，哎呀，你教应该惊啦，阮这查某本爱，甲你这查甫讲，我卖这个查某，because伊无拜佛。咱要骂讲，你都去拜佛啦！你拜佛了，我会惊你教应该你，所以这查某有影讲去拜佛。但你这拜佛了，神红家了，安怎做？这个查甫去做生意外面的事，这个查某烧咧，人去灶骹，下面物件烧，安尼回上来讨食一命。我做你人鼓励啊，大家去都要煮互你人食。所以回想就赶个了，你照你经历再来啊，我一路地狱，就较早的时啊，有人讲啊，压卡来要来收拾你，每一日正压卡来人看到伊。嗰一个阿加达萨都伊做亚巴西，所以睇亚巴西，今日伊就进掉就无间地狱，但是伊无趁。去阿维之后，他们说啊，头一个桑卡亚那回想的开大个开经的时啊，伊做主席，伊support，你开到人真正济年500个回想，你人几廿个月啥7、8个月啊，直直念这个经，佛讲的经直直念，这个佛离开世间3个月后。拢总念的经是巴利经，无一条Sanskrit的经。过了100年后，伊人过念，佛离开世间100年后了，本是达人念这个经，拢总是巴利。Evam me sutang ekang samayang bagawa sawatiyang viharati。无半嚟讲 Sanskrit 嘅經，過咗536年後，本是用安尼講嘅，本是用巴利經，這個三卡亞那是台灣人哋用嘅是正 from there Bali Text Society before 耶穌出世嘅時有注冊啲響邊，過咗後耶穌就出世啦。有人讲啊，甲人讲啊，天做的啊，甲人讲天做的较稳啊，较好啊，较兴。这边啊，我讲的听，这马呀那些 start， 伊唔敢讲天讲，伊讲阿弥陀佛讲，所以阿弥陀佛来了。有人讲啊，未谈了，1個未談，2個未談，3個未談，你等人拜了土，你想看。巴利經啊，500幾年前不到離開世間，伊講啊，你念經未通，你就要你巴沙那先，有時你人聽特別講，一家人咯，阿樣別教馬go，是這個老人嘅在談，都見住人講啊，阿彌陀佛嚟救你，你去看嗰經冊。你若要對佢點聲，你念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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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刀就好，伊會來救你，伊係成熟，你認真成熟，不記了。所以這個啊，害死人啊！安怎啊？真正一個人講，你念阿彌陀佛來，咁你阿彌陀佛搞落來，
伊讲跌落世界来，但你阿弥陀佛真啊慈悲大慈大悲，安怎伊来的时莫互别人看到，但就每个人看到，所以你要小好看，不到啊，伊去伫天顶啊，人看到，的人讲。10,000 voices 都没人讲，拢总来听。总之那是阿弥陀佛来啊，咱好人不会看到伊。所以这个物件，人讲伫藏唔着路。这个人来要对开啊，我讲你听，若是讲我跳钢丝啦，结果有影我决心要跳钢丝啦，我食无水啊，人唔甘愿死。跳落是要死啦，到咧真山落水唔甘愿死，安怎唔甘愿死？我讲你听，你看咧跳桥的时，就是无做 bridge 时啊，拢总查某激心，也是查甫激心，跳落江咧，甲对面咧烦恼，伫咧报价课，咧去到报价课，被涨了咧报价课，虾米事你要涨咧报价课啊？你就再讲你就要死啦，放掉啊！咧涨，那所以这个叫做毛啊蛋下，有千万大啲事，咱嘅mind啊，咱唔甘愿死。所以今日我讲啊无，但係我講啊第一，睇下禽獸，天下產啊，伊人叫第二項是禽獸。这个禽獸啊，不要講 ，beings that go horizontal， 伊行安尼，唔是咱行一步一步，伊人是 horizontal。所以你看四肢腳行是，蝦米個咧？伊是 horizontally 去行。And then they are far away from Magapala. Magapala means that 伊無談道甲高 ，impossible， 無人會談。And 有當時禽獸你看伊骹，有誒無骹，你知是禽獸，有誒兩個骹，像你知monkey是嚇。And then 有誒四個骹，有誒真正一個骹。Happy， 睇下我哋講about naga嘅，naga是龍。Actually 啊，兩種人即係抓嘅咧是俾有人會使叫naga，特別有啊，做人要去四大金剛嘅有啊，即兩樣啊，有了五個所在，即個五個所在係咩啊？同即個31人天頂啊，當有一粒山，伊叫須彌山。即個須彌山有五緣，一緣、兩緣、三緣、四緣、五緣。即個五緣啊，大啲倒有啊，即個嗰個是水啊，水煙，真正大。即個呢個是叫我find out in the world啊，即個嗰個是Buddha legend 嘅呢。大啲即個山龍王嗰個大，海龍王，海龍王正是紅光。特別伊嘅上古是禽獸，because 上古是禽獸，伊未談。咁啊，我哋講啊，第一陣啊，伊無福氣通談1個、2個、3個、4個，未談就是未談。所以，這個海龍王嗰個是大啲隻水嘅位，特別咱去看咱世間嘅隻水啊，是小小嘅水。大啲即個 outside 即個 universe 有啊啲外面啊，伊叫做 the mighty ocean 啊，響邊個湖有當時啊，幾廿幾條嘅大，唔是像啊咱嘅湖啊，咱嘅湖上啲大尾啊，上是有血嚟啊，伊這是叫the legendary legend 啊，伊湖真啊大，響邊靈王有。龍王正是抓來，特別伊做好，我有行動力，伊是叫做半紅光半
半红光半神，神较低，伊半红光半神，伊人有行动力，伊人会变化，有人你看伊，咱的佛伊伫做菩萨的点声，伊捌出世做灵王，伊会变化，伊知讲是伊嘛是人来。所以甲伊嘛讲话，伊变做人，甲伊嘛讲话。所以这个不要讲啊，哪个伊人住伫这个真正一块须弥山下底，几红光啊，伊人真正假。但你假是假，你去看在警察内面啊，哪个大的厝啊，金甲了的，金一大吨。就是一个一看到啊，这哪个来救这个王？你看一来救这个王，你穿到安尼水啊！咱的菩萨，伊系愿讲，后过我要出世做哪个？伊这出世做哪个？有影伊看做哪个时，看到上古甲了是一篮啊，安尼伊只哎呀错了，哎呀错了。所以你看，若是讲啊，今日咱若是做人啊，学到真个较悬咱啊，灵王较悬咱，because伊人是半红光，伊人的地位较无。你人若是搞白啲，人看地位较悬一睇。所以哪个住伫这边一堆，真正济，伊人真正惊第二样呢，加鲁达。你人去印度尼西亚，你人坐飞机，你看伊个飞机系咩啊？加鲁达就是只有鸟，这个鸟啊，你若是看好三马瓦蒂的故事啊，伊有出现哦看，三马瓦蒂啊，伊个王有对那伊达波人来，有对那啊。正是一个王鸟大伫北位，伊个寒的点声，这王鸟摇咧皮带夹伊，老人伫讲话，伊个边仔是伊个达波人，老人伫讲话，这加鲁达这鸟啊，大伫对面看到一个红，伊看到30把，飞落来，撞一个查某去。去伫印度大山，几啊百几张，海伫长了伊想要食，但是这个查某就嚷大声，咱就叫仔讲，哎呀，我也错物件，要找这加鲁达走，所以这加鲁达啊，达规是要食人啊，所以这两行啊，渐加鲁达当若是这人来看到加鲁达啦。走，因为你帮大家红光，伊本是红光，但是这个灵王大家看到走，唔敢见。按福建的仔来讲啊，some of these啊，就大啲legend就是讲，我哋说legend，好嘅故事有，这里有，正不大讲啊。伊若是波时啊，伊个诗啊讲啊。十几卡机，你来背时诗，唔知讲啊，唔知几啊记住啊，这是有印来，这个是一样 on the legendary water 是啊，真啊包袱，所以这加入到大家真容易就反对。then 起来第三是曼珠啦，之后神啊，又把。人讲肥把酒吐上啊，钱的把酒吐出来呢。只有大概什么啊？人爱做山神啦，大山的神啦，还是大溪啦，哈咪？咁样人做这个，伊人就是一个红光对啦，所以人大伫这边，但你无上甲讲，这两个对来对去，这个无，这个是一个红光。落来去亚卡就是讲这，咱是讲亚卡，样正是老虎款，就好款啊！
伊渐渐大致世间，若是较好诶，伊渐渐爱去四大金刚诶位。所以这亚卡就是讲是有人叫妖精妖怪，阿苏拉不是more or less活伫这边，阿苏拉不是老好，只好阿苏拉是叫earth的世间的，所以渐渐大伫这世间。咱若是讲无话阿苏拉上啊，咱的一个无话阿苏拉有啥讲者阿瓦拉加，伊是阿苏拉来，但伊有power。有power，伊下面伊是Dewa Loka，and then Rahu 唔是Rahu啊，伊人講特貴那是eclipse of the moon 下面moon 啊，月暗呀，你記我那是月暗，就是我做囡仔人叫廿點廿咩，砰砰，你知喎？伊人講個老虎食咧鬼啊！那是 Chinese legend， 所以睇下大人拍，因為南無人唔敢拍呀。actually 是咩啊？是即個鬼甲日老人食來食去嘅呐。所以即個一卡是after that 干達巴咧記住，看人講伊愛食胖嘅物件。所以這個五行雅卡，那些干達巴、雅卡、班杜拉、加魯達、那加，這五行，到過了這五行，慢慢才搞到這個叫做四大金剛。我到這邊我無數，這個是可以去這樣做人，特別因為邊啊，離這個旁啊有五眼，這個五眼就是這個物件。我講幾啊行攞來我哋，睇下我哋講啊無難教人聽。這經啊，比較上福建嘅才來啊，那家聽啊，這那家就是靈王。靈王啊，有當時一出來啊，伊是用個香菇，然後呢，伊樣嘅毒是咩啊？有小款嘅毒。就看你嘎嘎木嘎就咩啊？因為是加咗你啊，你規身骨定，你袂叮當，像 paralyze 你咁咩？然 because of paralyze 啊，有當時你這個 toilet 袂叮當，你袂喘氣，所以 it cause you death。第二項putih木嘎 ，poison causes pus。有時加咗你啊，佢哋物件整，加咗要生奶奶，伊人 introduce poison，互你生 pus。第三阿基，因為加咗你啊，你上骨直直抓，然後伊燒你死咁樣。第四項，Satta poison cause lightning flashes in the body。伊個毒有時加到你啊，你就唔看到想死拿啲燒你啊嚟啊，poison。And then，伊個好你這個毒啊，本是死號唔得講，最好用加咯，and 伊放個毒好咗啦。個最好啊，會抓最厲害，這個未必是玩落就這咩，伊用把酒上路呢。你本嚟試，actually 這條經，你看Jataka story啊，這個Naga woman啊，伊點冇點啊，伊suka到這個大波，而這大波 actually 是這個咱個Bodhisattva嘅爸來，就這條故事。And then 你看冇來啊。這個王啊，伊要轉去做王嘅點聲，伊叫伊冇轉，你講是教人做哪個我們啊？我這查某講我唔敢，你蝦米事你唔敢？我互你做number one嘅queen，伊講我若是用目睭傷你查某呢，你查某死，我唔敢。所以this is another way，through the eyes，伊看你來你會死。
这个是哪个的力啦？第三 ，true body contact， 你来动到伊样，伊收拾你命。而第四项 breath， 咱看下无看到 breath 什么啊？伊无咧读个命，你前面，而这边阮你去看，那是Jataka story 啊，一个读者，伊个无烟个呢，红家前面，那这条 story 是啊，我伊就比啊，就比个伊 father mother， 咱Bodhisattva father mother， 好你抓 ，just。香啊，breathe 啊，breathe 无的烟啊，老人前面，但你叫本身，你读啊，伊讲就是假如啊，真正听，特别会读嘛，那个都无，我慢慢听，未来你就就死，我真正咩，我真正读，这个真正咩真正读是 actually 谈那是啥物啊？金箍棒，那是讲你去大啲山，你或者叫做金箍棒夹住你啊，你唔使讲 ring up ambulance 啊 ，ambulance 未来你就去了，金箍棒，真正啊，接佢，嗰就會講 slow but not strong， 即係會讀嚟抓，伊夾住你啊，特別慢慢聽，因個無讀。And then I choose here, egg bone, womb bone, egg bone is same, womb bone is same 講出來。And then 三世大家就是 moisture bone， 伊就是啲水出來 ，and spontaneous， 點不點伊煮起來、補起來。Place of birth。就那个脑款，就好啊 ，born in water， 大啲水出世出来，就好伊大啲地出来，so that two types of naga。And then 落来啊，大啲只世界啊，今仔日本有啥个他那要做人啊 ，in between 有今仔日人来是去这个。啊，老啲故事你看到咧，破蛋灯嘅位啊，照官燈嘅位，你看今日啊，伊上古是人，啊，伊骹甲伊為嚟個了是禽獸來，鳥來，啊，因為咱嘅佛，伊啲做菩薩嚟點聲，伊捌出世做今日出來，啊，咱做今日出來啊，伊人本是半硬講。按教育咧，啲做半行講啊，冇得講啊，有7號款，只是多話見哪啦 actually， 見哪啦就是啊，伊是真行講嘅。第二個真的見哪啦，咱嘅菩薩捌出世真的，伊大啲世間嘅。And then 龍馬，即係咁樣講啊，就有7項啦。嗰一項伊個講啊，到底這個世界啊，有了這個啊，Raja Siha， 這 Raja Siha 是正，你人捌看唐人戲啊，唐人嘅人講啊冊，伊叫麒麟，你人知無？上古是曬，了有一欄啊。啊！伊講不如四項，金馬四下，伊上古紅，伊上個一隻牛安尼大隻，安伊食草，就狗啊四下，伊上古是烏，伊本上個牛安尼大隻，伊會食草。斑豬四下什麼？伊上古黃，伊本上個牛安尼大隻，伊個食草。嗰一個吉沙拉四下。and 這個嘅沙拉斯哈，伊講啊，喙甲尾紅頭殼攞來夾隻，有3爪 red stripes 紅爪 ，around the head
red means 有啥白毛咧出来 ，and 伊香菇是白 ，and 伊食肉，这个是安尼。过这给沙拉西哈，过去好看啊。and 这个啊，这里咱唔捌看啥 ，they live in 5 places， 伊大个所在是金的山坑。嗰一个是 silver 的山坑，嗰是 gem 的山坑，有的是 diamond 的山坑，嗰个是 million 的 ，and 有的是石坑一大 ，and 伊个大像个水牛安尼大只 ，and 伊个大咗200-300年 ，and actually 那是种禽兽的金，就是个是这个给萨拉西哈，这技能食肉的。He is the king of all animals。咱这边讲的是 The lion is the king of all animals。你讲啊，教福建的才来是，伊是 a type of 这技能啊。这 Garuda they live in the forest, second level of Mount Sinaru, TGN。And then King of Garuda。750个优加纳，这个优加纳13几条啊，7几条啊，优加纳7几条，伊就是优加纳7几条。后来你数7几条，你数啊，multiply by 150，安尼多只。我说伊若来啊，伊看原来伊个了看无一头。啊，你死到50个优加纳。535 350卡几个看也是，像这边去到新加坡马路500啊，我想去到那个是10万安尼啊，你看也是安尼大。这个个咧是不大就讲啊无 outside 这个 space 啊，这个是世界的 legendary。And 伊若是生命，因为叫加纳。7 them still 84， 84卡几，84几条啊，一大。伊人若是讲出世做禽兽啊，大人若是出世做禽兽，伊有3款的三样 perception 思想。大家的禽兽头一项伊惊，头一项啊，伊惊死。你阿咪说禽兽啊？ Survival of the chain. Who is the 住兵住无兵，兵食无兵啊！所以人啊头一项啊，大人出世做禽兽啊，惊死。第2项啊，爱吹食。第3项，伊人的 sex 真凶。这个咧 ，and then 若是讲啊，咱的菩萨就是出世做。 嗰啲 animal world 真啊济，伊捌出世做跳做虾米真啊济。伊人啊，伊若是伊做菩萨的，点啥？伊来出世，伊会晓加减的难啊。你看经的内面真啊济，做禽兽呢，伊本有对啫。所以这个我哋讲嚟听，就是这几项我人听，就是这个 mostly 个了是这个 legend 的数。 啊，到这个过了这个5项了后，马路要才看到这人咧就会去4大金刚，人甲4大金刚的位就是这个5项去对咱。你咧讲啊，伊人真啊高真啊悬啊，是这个哪个人啊？一个较输，哪个安尼啊？阿弥达妈有讲了，6条筋。 actually 6条筋安尼啊，伊人正是要出世的时啊，伊人最后的思想啊，伊人想无着咯，伊想无着咯，伊想无贪无嗔，特别妄想真正济。若是今日咱若是正善的人，咱会看到 rising falling， 咱后过出世爱3条筋，无贪无嗔。 无愚痴，所以3 roots 较有。
所以呢，3日较有啊，伊若是听经对了啊，伊会赚1个、2个、3个、4个本会赚。但你若是今日咱来看，伊若是讲5条经，安怎做伊袂赚。所以有人爱讲啊，我人啊，我翁公做灵，这里人想啊，这两种做灵啊，九龙爷是 dragon， 你才想看，这九龙爷是 dragon 来，你看好好看，那是九龙爷落档的时，你人想好好看。今年你看，那是讲九龙爷，你看。这个当机做虾米 ？Postman， 这个当机做虾米？卖肉，这个当机做虾米？卖菜。到了一个 university 的囡仔无，到了一个做先生无，到了一个做老爷无。这个就是你来看，这个就是讲啊，伊人是 two roots。伊所掠的当机，甲了是 low standard、low grade 的人。你睇，这个若是落当机的时候，你讲好我接啦，别接。actually 我这个捌做，我朋友接啦，伊接上来落当，我看你留咗我本车边啊，好我落当啦，好落当，我12岁就接上，直落，未落就是未落。所以这个物件，is 阿莫话讲 ，is a weak mind, is a strong mind dominating a weaker mind. Strong mind 怎么样？要精神真要管 ，because 伊是暗光来，要 common 迄个精神较低。咱个 university professor 都做落当，你捌看 professor university 落当，卖就是卖。你人细看下无，若是下讲啊，你 stand up 就是假嘅，你 try， 我 try 卖就是卖，所以我到这边为止9點啦。那 after that 呢？做人啊？这个我要讲嘅啥？做人啊，这里有4款嘅人。4款的人是100%咱这个世间的人，咱世间的人，咱火是无定着。若是讲啊，天意伫好的时啊，人的火是直长，捌长到几若8,000年一个人的火寿。咱若伫失败到10岁，这个是一号款叫做咱这边做人的世间。那是讲啊 opposite， 你咱咧是家己南边、北边啊，有一个是叫Uttara Guru，Uttara 是 North，Guru 是一个所在，向边的人，所发无半人找到过，不得讲有，伊大啲到啊，伊大啲这Uttara Guru，伊人火寿达人1000年。不得个讲啊，伊人逐个死了，一头去天顶。伊人向边的人唔捌破一5界。一个所在啊，这里一个所在，伊有叫个名，我们冇会记个名。不巴维德哈，向边的人啊会大。700年伊人火寿，咱过一个所在啊，阿巴拉哥亚那，向边伊也大火寿500年，伊人的火寿4决，特别咱人的火寿无4决，咱人的火寿 depending on 天意，人变好伊长，人变恶伊直低。所以人若是爱好啊，大家人做好，火寿直改。特别你睇下叫人做好，人讲哇好大，所以人无爱相信。你若是讲上做人讲你食到乜样呢？所以这个真坎坷，咱睇下，咱大爱祖父啊，你早起过一个人问啊，你来讲哦，
人你讲啊，看啊人直直来直直坐来直直坐，看啊stand得无，你看红人歹野车，伊甲爸母讲啊咩？你生我你就告我啦，告到我会趁食咧，你话你讲免告啊？甲你讲感谢爸爸妈妈，你告我啦，你估啦，我趁你，我要还你啦，要报施你啦，咩？无咯，听我讲啊，伊不满啊，伊吐啊，讲